刚刚那个车大概有140小型车站，1月4号1:07分的快车是，现在倒退路。好热闹小美。好，小型车站。4角梯，没有4角形的，耶，火车，这个当然是有关铁道啊，就是刚好拉7、8起，瑞芳那里，哎，哇塞，刚好没有堵到。